我今天呢，因为是小朋友嘛，他们快那个休息了。我今天要准备那个给他们包生春卷，体验那个越南美食。全部是相关越南的文化的，因为我们教这个课程呢，是通过文化、文物和美食来教学的。文化就是没有课本，但是我有做 PPT 介绍一些越南文化给他们。主语教学呢，现在是我生活当中最快乐的一个。大哥，我要进去，谢谢。每天都可以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呀，不同的。Chào các bạn, mình tên Trần Hương Mai, mình đến từ miền Trung Việt Nam. Mình sang Đài Loan được hơn 20 năm rồi, mình hiện tại là giáo viên dạy tiếng Việt và mình cũng làm ở trung tâm Tân Di Dân làm trồng rau, trồng các loài rau thơm. Mình là vườn trưởng của vườn rau. Chào các bạn, cảm ơn các bạn. 没有你帮我那个小学生是对，这个是我们先摆一下。没有，全部是10点就一起来。对。哦，了解。我来台湾是快28岁就来台湾，到现在是20几年了。对。我以前在越南当幼稚园老师。 看大家做领优秀都是居工作嘛，第一个是薪水很高，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当幼稚园老师，只有1个月那年台币差不多1000多块。后来人家讲哇，我们来台湾1个月可以赚到1万块台币，我们就很开心，我就很想去。那年暑假我就去学了中文，后来就来台湾工作了。 主任，你要穿吗？啊，要穿吗？要穿了。要穿这件。第一开始我爸不给我来，因为我爸是讲，现在大学出来都找不到工作，你在这边房子也弄好盖好了，工作是很稳定，那你还去台湾干嘛？你去就不用回来了。他就跟我说，那不给我去。 我家人也只有我姐跟姐夫都讲呢，二姨子你想去，我们支持你。我姐夫只有讲一句话，就让我心想很感动。到现在他讲没关系啊，假如你来台湾你没办法工作，你就回来，有姐姐姐夫在这边等你。 我没钱了，就姐夫就会姐姐买花生啊，买什么什么，准备钱给我去读书这样。对。新角。你帮我切这个水果加进去。对呀，大家都是来帮忙的。有时候老师有空，老师会穿的美美一起上来，一起上这些南语。 我之前担任导师的时候，班上也是有孩子是新住民，然后每个礼拜他都会来上越南语，然后他都会带一些手作啊，然后美食跟一些小玩具带回去，然后我就很好奇越南语是在上什么，
然后所以刚好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跟香美老师请教一下，问说我能不能旁听，然后所以就跟着一起上课。然后今年我就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到越南去旅游，然后旅游的时候就把上课所学就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运用，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对。做鱼干跟小饼干。老师这个就直接加进去了，是吗？细一点，再细。你看，我那么细这样哦。好，碎碎的。脆脆的，越脆越好。好。老师，我要再借。因为我以前在越南，我也当老师，我也读过那个教育专科了。假如你在越南，你带那个证书，或是来这边翻译书来台湾，现在也接受。Cô chào các em. 今天呢，我们今年是最后一堂课哈，老师今天呢带来认识一些越南基本的文化和美食。我们等一下就包生春卷，还有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老师有讲过这是什么？今天呢，我们是花这个纪念品哈，花完这老师就给你们带回家。假如去哪里可以放书，可以放水壶，什么都可以带去啊。哇，你们画得很漂亮哦，画漂亮一点回家。妈妈，我把你画得美美的哈。来台湾久了，以前你来时候，台湾人都很热情，又很会有爱心。我们走到哪里，新住民他就讲啊，我们不会写，我们不会看中文，就有那个志工姐妹。大家都帮忙，后来我讲呢，我现在退休也没事做，还是了，长大了也没在家，剩下我跟我老公忙，那我一个人在家是没什么。后来我还跑到台北去读那个教母语的，我还拉了我女儿老大一起跟我去，她也去。Hôm nay làm nổi cuốn, rồi cái này慢慢来。你们摸摸看，它的有素面跟滑面哦，把滑面放在外面。老师先包，等一下放中间给你们包，你们先看老师sao chua哈。沙拉，rau xà lách 放进来。第二个呢？是放米线越南语叫什么？bún。我同个阿妹姐吼认识我5年嘞，吼，我的阿妹姐啊吼，像兄妹欣赏吼，亲友热情啊。伊教學嘅特色吼，第咧，伊教學嘅時節親吻，吼，講法慢慢來學生嘅談嘅一點清楚。各位哈，以上课的时间小游戏啦，融入在整个课程啦，还有实作，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越南的美食，全部融入在里面。上一学期，一年可以同跟越南的米食头全部搞过一下。米拜哈，上课的时间最早来最米难过去呀，来钦佩伊一些上课的热忱。吃多点生菜跟那个香菜才是对身体才健康哦，什么都不能挑水，红萝卜汁对眼睛是很好的。给你们包。因为看到填那个客语的单子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多了越南语这个选项，我是有兴趣，觉得新奇，所以就来体验看看。我对越南语的感觉就是多元文化。老师也很好，甚至还有东西可以吃。不用了，今天我们包生春卷，越南语叫lỏi cổ。你先画，你要拿什么？我妈也是一个越南语人，我希望我妈能多带我去越南语看我外公外婆。如果我看到外公外婆的话，我会跟他们说板外新雷，恩外新雷。越南的地图像什么？对，像英文一个 S 型哈。
那越南有中南北中部跟北部呢是跟台湾一样，一年有四季，都有春夏秋冬。因为我们是越南，我们去那个上这个越南母语，只是课文是里面那个课文很短，几句话而已。但是你给孩子要懂，你学会课文，你要通过越南的文化和美食，给他们去体验，去认识这个字，认识这个我们越南的母语是这样。太好了，你们是最幸福的学生嘛，对不对？老师，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啊！有我会做，我就做给他们吃，难得的给他们体验一下。这里呢是新埔内坜社区那个新住民香草园。我现在呢是来照顾维护这个香草园。现在是要拔草，有一些草你要拔，它把那个香草盖掉了。我这里也是园长，就是志工。我们来这边维护，这就是全部都是志工。以前我们为什么有这个香草园？是以前还没疫情时候，你就常常回越南嘛。后来疫情那年就没办法回去。我们越南啊、马来西亚，反正东南亚的人姐妹出来就一样的，都想把我们自己煮一些家乡的东西啊，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就大家就很烦恼。有时候你去买不一定买得到，对不对？后来来这边呢，是有一天督导讲，那我们去找一块地，看哪一块地，我们就。来弄一个香草园，你们可以带你们喜欢吃的家乡的带过来，我们种。那东南亚的香草园是1809年那些是开始有规划的哈，是到个家庭服务中心开始就讲在本个新住民在那种出，可能那啲以前东阳从来是的咯，跟新住民做咩转移啊？记得看到牡丹欢喜样啊！老师讲，本新住民来种菜，来种新香料，是本地开始规划那了地，是本地来种。人开始些是一片草啊，都开始比较种啊，这是开始过来去种到人开始种15种田。往的180年开始种，180年是当江了呀，所以了是大力百姓，了新住民，有的乡民老师开始落去种那样。香草是目前有30多种，有的马来西亚姐姐带来的，有印尼带来的。因为越南、泰国其实东南亚东西都差不多了，大家都一点一点带来这边种的。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也是新住民，没错。在这里我是学生，香美老师啊。香美老师，因为不然我们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植物，哪一个是野草。有看到咖喱叶吗？那边有一棵咖喱叶，那个从我台湾的家带来种的。香草园呢是有几样是很特别的，这个呢是台湾是观赏的，就我们就给他讲南洋参，但我们越南它是从那个下面的根到头这边的都椰子都可以使用哦。
我们第一个是嫩叶，这个嫩叶就这样是可以生枝当沙拉当生摘来之后来根呢，根下面是它是长了一颗跟人参一样，对。后来这边呢，这边是这个是东南亚很特别的，这个是香兰叶，香兰叶是东南亚所有的东南亚的国家是它是一种那个香料，煮饭就把一端就洗干净，丢在米饭里面，全家都好香好香，对。马来西亚娘惹糕各种各样的点心都用到它。我也喜欢去摸索所有的东西，我都喜欢。讲到书啊，或是讲到各种摘啊、苗什么，我都很喜欢，好奇怪的。从小到大，我是跟奶奶身边跟她种田的，讲的我都会掉眼泪，因为每次看到这个，我会想到我奶奶。因为我11、12岁，妈妈就没有了。就我爸爸不再举，就奶奶跟爸爸养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所以我奶奶是很好的人，不管弄到什么，我都想到第一个想到我奶奶。就是加一点越南那个糯米比较好吃，这个是山上的糯米跟米饭一样。今天我是做卤肉跟豆干一起卤，跟等一下会加一点那个竹笋，因为我老公很喜欢吃。在越南我们是以前我们只有炒比较多，没有卤。是有女儿回来啊，女儿昨天我去从那个学校嘉义带她回来了。要吃什么吗？那你帮妈妈做菜哈。今天呢，因为我女儿昨天回来，就她假如回来，她会帮我一起做晚餐，或是忙什么她会帮忙啦。假如老大回来3个会在一起就聊天啊，做菜啊。我女儿很害羞。我是小时候比较常跟妈妈做料理，但长大因为读书吧，然后就可能也会累，然后还有大学也不太回来，所以长大比较少。然后我们家口味是都有，就是可能一桌上面会有一些越南料理，或者是比如说它是台湾的菜，但是是越南的蘸料那样子。就可能有时候都吃越南的，有时候都吃台湾的，就或者是一起混着吃都有。妈，这个太老了。太老就不要了。妈妈送的她都会自己用，我就不太会去问。她只有在旁边当那个小帮手，我煮什么她就吃什么。卤肉我还是加那个豆瓣酱。好像国小有一次，就是那阵子课文在教说，就是那个课文内容是一个妹妹，她就是凌晨起来给全家做早餐，然后就是让全家开心那样子。然后想说哇，那课本讲那个妹妹好厉害，好孝顺，那我要跟她一样。然后就操作起来，就做那个面包咖啡。然后我做完了，还把我爸妈叫起来吃。就是他们根本还没有起床，也根本还没有上班，我做完我就把他们叫起来凌晨吃。然后我就跟我讲说，不用再做了，没关系。姐姐好像比较不挑食，她比较少讲她不喜欢吃什么，可是我会讲。但是现在姐姐也比较少回来了，她在越南工作。
他们有时候2个姐妹啊，或过日过节，都是不会跟我们讲，哎，爸爸妈妈，我会给你过那个母亲节什么，没有讲，他们偷偷就，2个姐妹约好了，一个从越南回来，一个从嘉义回来，就在准备碰面就回来，啊，妈妈，我们回来给你过母亲节，但是不讲，有时候我跟他爸爸2个就出去了，觉得有时候。就很有成就感，养到女儿就这样，不管她有多少给的，就这样你的心里很踏实，很开心。煮好嘛汤，我都会加一点那个小香油，它的去那个腥味还有比较香，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认识是。很多那个客家姐姐，附近这边，因为我们住这里全部都是客家人呢，他们都很好，什么都。假如我不会啊，有时候去家园呢，跟他们聊聊，他们就教我怎么煮。帮我拿碗哦，好，碗拿快出来。认识我太太那个2年多，发现她人品很好，个性很柔啊。坦白讲，又很漂亮，好像看到很值得我心仪啊，就很想追啊，就主动了。如果不主动啊，就被别人追走啊。我来台湾工作是5个月，就人家就介绍啊，就问我，哎，香美，你那个要不要那个找台湾的男朋友？我帮你介绍。我就说了，哎，可以吗？后来他就鼓励我，那个人是很好很好什么，我讲那可以，我认识一个，我要讲电话，我要学中文。刚开始是也不相信，他是瘦瘦的，我还跟我朋友呢，你介绍一个吸毒的人给我们，他瘦就这样，他可能是吸毒。我讲没关系，但他有时候约我见面，我也怕，我不敢见面，就聊久了就是变谈恋爱了。爸爸吃饭。好。我来吃一块红烧肉。今天女儿有帮你做这个平常，我做今天是女儿帮你做的，女儿的爱心。让我吃这么辣，可能是无辣不欢。不辣不吃。因为什么？吃了辣妹子才能娶到漂亮老婆。跟她交往2年多的时候，也发现她的学历是在越南专科毕业的，在那个年代越南。能读到高中的就很少了，所以说素质、个性，国语也会讲，好像那个隔阂比较少了，所以我就觉得大概找到对象了。我工作满2年了，他就跟我讲，跟他回家结婚，回越南结婚，我不要，那么远的。很少见面，你也没有那个安全感。但是他一直鼓励我，一直就这样。后来他又自己当年他有开公司，但是小小的没有行号的公司了。后我也心想，我讲我们家兄弟姐妹那么多，他们是还在读书。假如我来这边。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家，有我弟弟他们来这边上班，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照顾他。后来我想很多，我就点头了。正好明天带我到嘉义啊。爸爸，明天你要去嘉义吗？对啊。我没办法陪你哦，明天我有活动排很久了哈。我可以跟你去。师傅带我去啊。因为以前工作很忙，员工很多嘛，
啊，有公司有宿舍，有员工宿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所以他一回来就先煮大家吃饭了，啊，煮完他才去洗澡，洗完澡才跟我们一起吃。台湾老年人都高雄啊、嘉义他们上来，他们喜欢家乡的口味。因为一辈子是习惯了。我一大早起来就这样，因为他是忙公司嘛，在家里我能做的我都做，就没有给他做。我们夫妻我有给他讲啊，外面再忙我负责，你不要烦恼外面了，还有家里的所有开销啊，他都不用过问，所以他永远没有金钱的烦恼。那家里的他都尽量帮我打理好。我爸我妈他们感情应该还不错，蛮恩爱的，就是都会互相照顾，而且而且他们两个常常出去玩，有时候可能我跟我姐在弄东西啊，然后或者干嘛的，然后我就在群组就是要么相簿就几百张的丢上来，就说我跟爸爸今天出去玩，我跟妈妈今天去哪里玩，然后就两个照片都搂在一起抱在一起啊那样子，然后跟我姐在旁边看着，就出去玩。还好我女儿常回来，我女儿一回来就有好吃的。Hả? Này là hôm kia là để... Dạ? Yo, 这个是放水流的，一个是有20个学生，那帮我分。今天是二中国小有5年级80个学生要来这边参访，我们这句是东南亚多元文化，还有主题是知丁园，还有我们的香草园。这摊呢是我负责是越南文化，还有我负责是等于它9度香草园。里面3员工那边呢有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对。这边是很多人是职工的，是我姐妹是来帮忙。我来这边我是慢慢认识，还有很多我去很多那个古老客家古老的店呐，我看都是跟我们越南古老的文化有一点传统就一样。这个是从越南带回来的，这个是客家就有客家店就有了。越南是65%是ကျွ农嘛，是跟客家一样，我们是跟柳是好朋友的。这我看到很像的，有时候那边丛林这边有个老店，那个阿伯可能卖了50-60年的老店了。每次我去那边，我好想家乡啊，看到他的东西，他介绍给我呢，我觉得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今天因为这里是客家庄嘛，我们结合客家跟越南的文化，可能有一些一样在一起的，对。献草就点米捞献草种下就滚嘢哦，就1點鐘以上那主要個春梅啊，加獻草加落去安寫的等於是比較好。这个是就是夹曲，今天给小朋友 DIY 那个里面呢用这就是包肉等那种夹的，给小朋友 DIY。好，各位同学来到这边是新竹县新埔镇内地社区哈，我们这边跟新住民这边合作了一个很大一个区块，就是我们民乡弄草区。路边这边就是我们从106年开始做了一个凉亭然后含这边的客家大灶。各位家里有没有看过客家大灶？没有嘛先让各位看到了。我看过，家里还有把客家大灶改造过。这个里面真的有在煮东西哦。今天煮仙草茶给各位喝，就从这边煮哦。对，我今天煮仙草茶给各位好，来这边我们就继续往内走，往里面走我是陈香梅老师，我来自越南的。你们有没有看到老师穿什么衣服呢？对，老师穿这个是越南的传统服装呢。今天老师带来呢，
是给你们体验是做水牛，那因为在台湾菠萝蜜是比较少，在我们越南最多的水果，你们只有去越南到现在。我们小时候在越南是没有什么，我们吃的水果的碗的，每天你去那个路边去园子里摘到什么椰子啊，跟那个自然环境有关系了。就是玩这些，小朋友嘛，就想给他们开心一点，我就想给他们认识一点那个，做那个水牛的椰子，可能台湾的小朋友就没看过呢。我想把这个越南的文化去给小朋友认识一下。这个捞一圈、2圈，这个绑起来就好了，自己绑。可以哈，这个死扣，他会打招呼哦，拿后面的手要拉，nghe哦，跟老师一起教。哇，好的，nghe哦。新住民2代都会融入在学校里面。其实这种活动，不管是客家嘅嘛好，農嘅嘛好，新住民嘅2代、3代嘛好，我認為呢下活動係睇世界來嘅。來體驗下向海種菜，也係認識到新香料嘛吼，他們各國的文化嘛吼，每次辦活動不一樣，我認為這都是很廣的、很活的，不要把它局限於說啊走買。其實把各國的文化帶進來，才是今天活動的目的，讓學校的老師也好、學生也好，了解活動的目的，而且有實質的效益，也係呢邊活動嘅主要目的。后来呢，我们就把那个包在里面卷起来，我们这边有一个盆撒下去。今天是要这边采那个家具嘛，采上来，后来从家园到厨房到桌上，这样一定是给小朋友去体验。小朋友都说很好吃哦，还没有吃的要赶快排队哦，老师也要吃一下哦。今天我出来了，政府有这个机会给你们，我想把我知道的会的传出去，或是介绍出去给台湾人那个第2代。妈妈是可能忙上班，没时间教他，我有时间我就教他们。可能你回家会跟妈妈沟通，还有你回越南还知道一些越南的文化，就不会那个妈妈的家乡不会那么陌生。甲局可以今天用什么料理？猪肉哦，猪肉怎么卷是吗？因為呢係常態嚟啦，嚇，不管全台灣當到外籍嘅新娘嘛，嚇，當到有啲義工，所以我認為他們嚟融入了社區內，唔係講嚟去摒棄在外咁樣，所以義工讓新住民嘛好，全部係家家咁樣，咁自己學嘅嘛對了當好咁樣，因為咧我認為咧係平權嘅社會，唔係講好我做一隻好做，唔係咁講，所以我認為呢都係新義工嘛好。新住民嘛好，我認為是自己也好，而且他們會融入我們。要吃就吃這個，不是吃這個哈。要吃這什麼？要起來的。不是，今天是吃越南，今天沒吃什麼。因为我准备这个东西呢，我等一下我带去那边跟员工会合做新的一张那个做防水。对，因为他们在那边呢，我现在带就是去给他。我是从那个嫁给他就生完孩子2岁去幼稚園，我做有18年了。
后来因为我们家只有我跟我先生2个，他是帮忙去接客户嘛，我是开车每天在外面代工班这样。台湾有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很懂这句话。那我做这一行，他就帮我了，从不会做到会。我们那时候做建案啊，那个8楼、12楼、24楼都是鹰架，他上了鹰架，整个鹰架会晃，害怕发抖，他就这样磨出来。以前刚开始我是想做我的事业，我也想开店或是当代理商带回越南跟我那个表妹合作的。后来想一想，我老公讲，假如就让那个2个夫妻就不是一个家了。后来我也想也对了，我就把我的梦想，我想要做的工作我就放下来，我就跟他。因为这个嘛，上次下雨这边卷块都湿的，外面那个漏进来，要刮慢慢给它干，水没有，我们才来补那个油漆，来补那个土跟刷油漆嘛。现在我是因为手痛不做了，但是。偶尔他们忙，我才出来帮忙。刚开始觉得天天都被人家欺负，因为我是外籍，又你还年轻，也不敢讲什么话啊。就去那边那水电的员工也欺负那个水泥，看到外籍也以为是跑掉什么，也问也欺负我。后来我心想呢。不行，我要改变我自己。后来从那里我就慢慢改变，比较强一点的女人。第2年我就给我老公讲，我要去学开车。他讲你学得来吗？我讲为什么不行？我就去学呀。他做一段时间，他考到驾照，我的工班啊，师傅都全部他带。只要做到哪里，当地的经理看到他来，就说今天的品质放心了。品质他要求最高，师傅哪里不对他就纠正。这个是我们做防水，还是要有美观的，不是你只有做防水不漏水就好，还是要美的，给人家做的美，就不能低啊。不能低，我们就拉长一点。假如有脏的东西，就要捡起来。后来因为以前是我带班嘛，有20个员工，30个，就5、6长。后来我受伤了，我老公年纪有一点大了。后来我妹妹又嫁来，这是我妹夫的。那现在我们是办退休的，全部以后就我们转了公司就给他。我老公还有体力嘛，我还有会一点，我就慢慢教给他。以后公司就转就给他的。我是很喜欢花花草草，但是这快递呢是很多是在不能种，我就喜欢我就种在花盆里。
人的难免都有那个工作压力啊，或是有时候跟老公不开心呀、就我就来摸在拔草啊，跟浇花就好起来，就没事了。嫁给我老公，偶尔会跟他聊，老公，我们什么时候有钱？我想买一块农地，喜欢种我的东西。那个是我很想要的那个休闲的地方。有一天，他就给我讲，老婆，我朋友讲丛林有一块农地，有一个铁皮屋的，他想去卖，那你要去看吗？你想吗？我讲想啊。因为我太太在越南就喜欢种花花草草，等我经济能力慢慢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心想，能买一块地，最好上面有个农舍的，可以住在那边去整理那些东西。人生钱赚来是要用的，看你怎么去用。你用对的地方，你对老婆好，她对你好，是不是活得就很轻松很开心？你要对她不好，她对你不好，到最后就有离婚嘛，你什么都没有。有一年他讲，老婆，那今年生日礼物我会给你一个大的礼物，我不知道什么。后来他买这块，他讲这块就送给你生日礼物，跟着他辛苦一辈子，他就送这块给我。对呀，我是来这里疗愈，还有我朋友好姐妹的，他们就来这边就一样可以两家。Bằng nào? Cái binh khoai nè, chú lại phân cây nó cực nhiều. Lại em kêu á, đỡ nhiều. 开始来这边，他们就给我讲，姐姐，我们每个月要来这边约会一次，就是回娘家的意思啦。我讲可以啊，各国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美食嘛。但我们只是东南亚姐妹，不管你是马来或是印尼或什么，我们来别人家，假如约会，我们就会带东西，自己的国家的美食会带过来，一样都是这样。那就在哭啊！那现在什么面港啊呀？有楼啊，有钱呐！什么阳光动财又搞不出来这样。nắp tiền muốn thấy。这是我亲妹妹，今天礼拜六她也休息。这边的几位都是越南母语的老师。你们要出国吗？要回越南吗？没有，打算回越南，但是没有回去啊，要待到过年啊。我跟姐姐差5岁，我妈妈我还小小了，妈妈走了，那姐姐养我们看姐姐一样，妈妈一样姐姐，姐姐很爱我们很爱姐姐。对，有姐姐在台湾的姐夫呢，还有我女儿在台湾，我没有法了，很开心了。即使越南人来这边很多是，他们是各种各样的行业，大家为了家努力。那我今天是我来比他们早，可能比他们懂，他们碰到困难，他依赖你，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我就教他们，教他们，假如怎么带孩子，怎么那个跟功夫相处啊，或是有朋友碰到困难不会讲中文，我就站出来帮忙翻译，跟那个功夫沟通那些我都有去做。辛苦了，辛苦。
好，大家一起来吃饭喽！小朋友跟老人家先，没有老人家只有呢。小朋友，不是老人家。我是小朋友。爸都是这样子哦。谁还没有？来我这边。我会放3个月啦，好，人讲，我不用马来西亚的，而新住民哦，从中心熟识叫做啥？选择福气啊，我求福，好，咁講嘅，4天人就我就不是個熟識機啦，感覺上哦，啲行業哦，就我來說哦，有第一次，邊個客家呢啲東西啊，唔會少幾多。好食，呢個非常清口，有南莊嘅土。希望每老師當好客，特別我哋上次行沙來吼，基本唔到貴重中嫩人伊新皮到新皮人講，海鮮哥，你新皮人多哦，你要打轉那轉意哦，佢特別喺度打包轉意安尼，非常非常的好安尼。我是希望是每次聚會呢是多一點人，熱鬧一點。吃多吃少没关系，但是姐妹一起那个做饭呢，一起晒晒啊，那个很有那个想在越南的以前小时候的那个回忆，这样，有时候这样聚餐的话，我会大家这样进厨房很热闹，很开心。我们也是觉得说，这样有一种可以回娘家的感觉呀。姐夫。吃多一点呢，辛苦了。你那么瘦，多吃一点。不知道我哪里好，为什么他们这样呢？啊，姐姐你真的一个很会帮别人了。他们讲这样的有看来在我身边是很有看到那个姐姐或是妈妈的那个有那个影子，他们就很依赖我。大家一起出来照相啦！美女来啦！因为我们每次约会呢，是最后是姐妹会穿自己越南的传统服装，我们就去外面拍照嘛，就回味我们越南的文化这样。对。这里哦，这个。嘿，姐妹来！1、2、3，不要太乱。很多我体力不行了，我没办法陪他很多的事情，我就让他尽量去发挥，给他的人生另外一个快乐。所以我从来不反对他，其实他做很多活动都是等于志工型的，没有薪水的，可是他很乐在其中，我替他开心啊。因为他以前退休前他忙的不是自己想要的。可他现在退休，他忙的都是他自己想要的，就是他想去办活动，他想去弄香草园，他想去当老师。虽然有时候他看他很累啊，但至少他是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对，有那个红色是代表越南的英雄嘛，黄色是代表越南的团结。去当志工是很快乐的事情，大家就是退休的人嘛，不管各种各国来就是。变一家人就很开心，人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是一直想是把我们越南的美食和文化推广出去。我觉得呢，不管你是住在哪里，不管你黑人、白人、东南亚或是非洲、美国来，哪个地方都一样。哪里有爱有家，就是幸福的地方。我是陈香梅，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台湾，我很幸福。真的很感谢，就是你是我妈妈，而不是别人。然后你为我们的付出，你为这个家，为爸爸，为姐姐，为我，其实我都知道，但只是我不敢把谢谢讲出来。现在你在看的话，我就想跟你讲说。我爱你，这样。妈妈好久不见，我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没办法回台湾。谢谢你跟爸爸一直以来的照顾及培养我们，然后你们2个辛苦了。我跟妹妹比较少在你们身边，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